银千百两，惆怅难言，浊酒几回酿。烟雨中小巷回廊，谁抚镜坐盘烟一次回塘。轻骑薄雪须一曲离殇，日翠落许过又何妨？依稀梦枕点亮，看迢迢年华又望见故乡。烟雨沾热杯梨花脏，戏子折袖深深诉过往。石板桥流淌岁月无情试错的仓皇，当年深藏江南的你依旧在心上。莺啼如常我情思量，连得半尺端详过平江。乌篷车摇晃玉兰烟烟，波光碎影旁，却再也寻不出那年你莞尔一笑时的模样。吃豆干不吐豆干皮，不吃豆干倒吐豆干皮。哎，这豆干没有皮啊！哎，花儿姐，你这是要出远门吧？花姐，我要出门躲债几日，这几日店里的生意就交给你们了啊！花姐，花姐，你欠了人债主多少银子？不是赌博赌输的吧？你不会把这间店铺给抵押了吧？花儿姐，要不要咱们几个帮你凑凑啊？这能还多少是多少嘛。花姐，我躲的不是债主啊，是借债人啊，这哪有债主躲借债人的道理啊？待会儿有一位自称奇官的客人上门，要是问起我来，你们就说我早已将花四转与你们了啊。那他要是问你的下落呢？就说我下落不明，生死未卜啊。哎，随便你们了，就说我出门远游了，未曾潜逃了，或者哦，我懂了，花姐，我们就说你已经遁入空门了，再不然就说你已经英年早逝了。总之要让那个奇官再也找不着你，断了找您的这份念想。对，算你狠。哎，不对呀，花姐，你说这奇官是借债人，既然他借了你的钱，理应他躲着你才对，怎么反倒是你避他而不及啊？唉，此事说来话长。5年前，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表嫂呢？表嫂，哎呀，这个事说出来的话长了。来来来，坐下说。哦。家乡连年干旱，苦力无收。你大表姐今年山上砍柴，又被堵车给咬了。现在家里债台高筑，锅也揭不开了，出是没得办法，才出此下策。思来想去，大表哥，去年借表嫂的20两银子还没还呢。我靠，他居然记那么清楚！是不行了，现在债主已经追到门外了。王员外他放话了，如果我明天要是拿不出银子的话，他就要卸掉我的左胳膊。如果后天再拿不出钱的话，他就卸掉我的右胳膊。3年之后再拿不出钱的话，他就……你不用说了，你就见不到我了，表妹。如果不是实在没有办法走投无路，我也断然没有脸过来救你。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，现如今我就哭给你看了。
大表哥，嘛都别说了，小店新开，处处需要盈利，我只能帮你这么多了。表妹，你对我齐官一家的恩情，我一定铭记于心。等来年我家让我做儿大了，卖了钱，我一定加倍偿还于你。算了，亲戚一场，全拿去吧。不过我话说在前头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了。哇靠，就那么大包！我知道了，表妹，你放心，日后我一定带着孩子过来给你磕头谢礼。拿去还债，然后做点生意，让孩子以后好好读书，早日出人头地。表哥想对你说的话，都在泪里了，亲人啊！花儿姐，太感人了，你太善良了。美人卖笑千金意，壮士穷途已返难。那我就先走一步了。花姐走好。平生最见不得欠钱不还，还有脸再借的人。我们得替花姐好好出口恶气。对，姐姐说的甚是，我们一定要好好教训她一番，否则她还会三番五次的找上门来纠缠不休。可是花姐明明交代过，让我们好生招待奇观的。哎，就是这儿喽。谁呀？啊，我找我表妹，就是这间花满楼的主人，花姐。花姐去忙店有了。啊？花姐有事儿出远门了。她这一去呢，长则半年一载的，短则10数日，恐怕尽是归不得了。哎，真是不巧。哦，客官，喝杯茶吧。哎，大人不喝茶，只喝酒。我这2天刚好有时间，我打算在这里小歇几日，安心等我表妹回来。九儿，随我四处逛逛。哎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，这奇观啊，一身的绸缎居然全是罗庄上等的织棉。他那靴子也很不简单，光前面的银纹就有80丝线了。他仆人手中那把扇子的扇坠也价值不菲，绝非普通玉坠。30里河东40里西，这么说，这位奇官现在已经飞黄腾达、金玉富贵了。我看没这么简单，从来都是知恩报恩世间少，反面无情世间多。他穿着打扮成这样，一定是另有所图。莫愁，
你的意思是他一身装扮是假，有所图是真？有道理，他呀定是见花姐不在，故意假扮富贵，迷人眼目，想诱花姐出来再借钱财。我看倒不像，他都还没来，怎么知道花姐不在？再说了，他那身行头是假，难道言行和举止也是假的？也对，他还带着一名随身仆人，看起来出手也挺阔绰的。啊，不如我来算一卦，看他是真是假。哎，管他是真是假，还是早早打发他走为上策。莫愁，有什么好主意吗？这奇观最在乎的是什么？是钱，是银子。他既然想在这里久留，那我们就想尽办法让他花钱如流水，让他心疼银子，让他知难而退。小七，小七，小七，好你个小七呀！大半夜的不好好的看门，把花姐的账本吃了，你让我怎么交代呢？我今天逮到你，要打断你的狗腿哟！哦，跑厨房去了吧？我知道你在里面哟，小七七。我可看见你进来了，不要让我逮到你，逮到会打你的哟。启功饶命！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把大红包还给你。是我。花姐，你不是跑路了吗？花姐，我能跑到哪去？这出门一步都是银子，都得开销。再说了，把我大表哥交给你们，我也不放心啊。所以还是留下来暗中观察一阵子，再做打算吧。花姐，你不知道，你刚才噌的一下钻出来，我还以为是小七成精了呢。少废话，快上菜，饿死我。哦，回来。我藏身于花满楼之事，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。如若有第三人知晓，花姐，这个我懂。另外，把你房间收拾一下，今晚我就委屈在你房间借宿一宿吧。那花姐，我住哪儿？其实这厨房吧，除了脏了一点之外，又温暖又宽敞。你住这边，连铺盖都不用准备了。啊？我一直以为我对花满楼了如指掌，现在看来，情况并不是这样。从上次争排名到花姐跑路，而且现在各国的关系很复杂，肯定是出什么事儿了。我得好好的看看。看桂花鱼条、鸡丝蹄筋、白八广肚、红烧扇贝、凉拌黄瓜，道道奢侈，样样金贵。这一顿饭，无论他是真富还是假贵，都能吃穷了他，吃怕了他，要了他的亲命。可是这些菜看起来都挺稀疏平常，并无两样啊。佳肴有价，情有价。这一顿饭花多少银子，由我们说了算。谁？蹲下！出来！小二，你在这儿干嘛？这个厨房除了略脏一点之外呢，又宽敞又温暖。我睡在这里，连铺盖都不用准备啊，很好，我喜欢。跪下，跪下。下个洞就打这儿。
了吧？你就算是山珍海味你不吃，你也来个正常的4菜1汤吧。你这看豆干下饭算怎么回事嘛？就是啊，我们给你准备了那么多丰盛的晚餐，结果全浪费了，真是的。诸位姑娘有所不知，这在下以前清贫惯了，虽然现在占得富贵，不过这吃饭的习惯嘛，一时没能改变。我家老爷啊，只习惯边看豆干边吃饭，什么菜都不吃的。哦，怪不得呢！我要看大表哥一生富贵的，身材就这么好，原来是在节食啊！过奖。哎，舅儿，把东西拉上来。哎。这些就是我欠表妹的银两，连本带利一共200两黄金。可惜表妹不在，不能亲自交付给她，实在是可惜。还要劳烦诸位帮我代为。我一听说你来了，我就连夜马不停蹄飞奔过来了。这个样子啊！表哥，你真是太客气了，这么多银子，我怎么好意思呢？应该嘞。表哥最近在哪发财呀？也传授表妹1、2呗。说到这个成功之道啊，一言难尽。我现在啊，专门帮那些达官贵人刻写墓志铭，这银两嘛，确实赚了不少。不如这样好了，我免费帮你们花满楼的姑娘们，姐妹们倾囊相授绝技。这样子的话，也方便我在花满楼开展墓志铭的业务。表妹，你觉得意下如何？这个主意实在是太好了。凭我们几个的文采，应该很快就能写得一首很好的墓志铭。不如这样吧，大表哥，你先留下来，帮我们每个人免费撰写一篇墓志铭，怎么样？如此是表哥，你还是早点回房歇息吧。可是我跟他们，去。拿你们吃啊！不用说了。开什么开？说不清道不明这纠缠，有几处雨那雪花飘，惶惶终日思浮生半梦，如今我却红尘年了，那雨无情花淡漠年华，岁月流逝，留恋牵挂。离人笑，奄奄，有情渐变，无心插，留来恨难辨。缘来缘去，去不散心呀。